送咗俾中場斯丹，斯丹好勁啊，睇定晒斯丹，斯丹波未落地啊，再抽翻個波俾馬費高，費高好波，費高連掃兩個大腳送咗俾中場斯丹，斯丹好定啊，睇定晒斯丹，斯丹波未落地啊，再抽翻個波俾翻費高，費高好波，費高自己唔識交咗俾斯丹，斯丹錯兩下之後咧，唔係射，又交翻俾費高好啊，交得好，費高話口未完，交翻俾斯丹噶。咦，年青人乜你對博彩規範化有興趣咩？唔好啊，年青人虧咗都唔好啊！我唔同你啊，我年紀大，天未凍就要着定虧老褲啦。唔好啊，千祈唔好啊，吉大髀嘅男人最緊要個腎啊！正所謂10賭9騙啊，你睇下，你一劍懟落嚟啦，唔怕喎，年青人，你連個少少勇氣都攞唔出嚟，以後又點有勇氣去追求理想啊？嚟啦，懟落嚟啦，實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0牌啊！我叫你懟副牌啊！